就是陈夫人听见自家阿嫂要来嘛，外高头让后日才接出来的。哎呦，你那弄法呢？旁头下来稍稍当我xử理这个日叫哪个啊？哎，不晓得方太太来着。方太太替你旁头下来，那是陈夫人该子阿嫂乌我的确哭笑俱全，总而立之要达到一个目的，阿姨上来稍稍帮帮我忙，让我好做人啊。说是老太大义大德，宽宏大度。那姑娘视力是不好，今朝儿子唱得人还不好。我看了死脱了，男人面浪向看了你方人两个，和睦相处浪向当儿子不来看，让来长辈好做人。是的，一个啊，这股轻柔。但杨世民这个孽障进来，大于一个观看。我用妈妈人做你打不我看，不来再讲。要是见你怕啊，见我不怕呀。非要你努力打个辰光，你都说起来，娘不得了，姑娘得来带看，那么我要死着啊！哎呀呀，三到灵宫了，女的所在帮着知道不便，我要为这西游去了。喏，不来面子，非要面子，你要追，我们来追吧。马门人立起身来，高是一上太精兵嘛，那么马门人气怕斗地呀！哎呦，立住你对没？阿为啥我来让辰光帮我等到我一追特子当儿子辰光，严重大刺，当不当儿子摸我啊！爸，我要听听了。唐诗时间单独10分为2元，从此都是往来。马门人受了后头让听不讲，老太蛮清爽，脚步声一到后头停下来，晓得了让后头，乃么这么小高抱起。今朝我诚心帮你，你人了浪还是讲，不了浪还是讲。蔡平安是老太太，到外边把这个孽障还进来。哎，是啪，蔡姑娘要进出来。到张王盖子看见姑爷提了，要张王先生让吃嘴，几只块白菜鸡。哎，亲啊！蔡姑娘中间的那么要争气，要吃上我筷子。要进天姑爷讲一声，老太太里向还来争气啊！方清晓得苗头不对，面孔做什么要进跟进来。方清门一嘴，蔡姑娘的浪当中，后头老要输入位置里向出来，对蔡平双水路药，因为我不出面的。等下我讲苗头，真正龙江我再打出来，阿有什么？蔡姑娘点点头，现在山高头一路进来，将近到紫薇堂，只看见了要输入，望准紫薇堂上场背进去的，晓得噻？等下拉秋卡与拉去噻，蔡姑娘到里向，并个老太太，姑要来着。彩礼，叫这个孽障进来。哎，是啊，姑爷啊，是老太太叫你进来啊。是。方清答应一声，人打到里向。母亲，孩儿及母亲。我把你这个孽障做。是。不。从前封建社会蛮马门的，小辈龙啊分弄清爽，一错不错才分晓得。长辈爷娘做，小辈5辈话不做不。从前现在不来在，现在不说你的，你倒是回到屋里向对子儿子做，你马上一个字去，谁不来在？现在就说爷儿子要谈心个在，要商量个在，心慌不动着。就说老太现在看见自家儿子了嘛，心里当有点点慌。儿子啊儿子，你临时动身辰光，我哪得来讲个？关键呢啊，对子长辈要有礼貌，要懂规矩。屋里向穷要老实讲，不能瞎说贴车，要依对人呐。那种尖子姑娘强头却闹，不规矩，不礼貌，为得替姑娘吵起来，我把你这个孽障啊！是。想你60里，到相处之日，为娘怎样祝福于你？哎呀呀！我把你这个不孝的儿郎啊！我明儿想想，又太清，想到00后等西丁人。
是清净，因为三当之中一脉亲，两家不吃一家生。我家里分离亲爱之事，手表机关中一分一生。像我们昔年多少世姊妹，相亲相近于十余城。相归水叠叠千里路，真三更魂梦话来。家境贫穷送肉大，自家不熟总归心里后边三对老里赢。我当年那行讲，看见姑娘装扮，屋里向穷得哒哒的呀，有一顿没一顿，要老实讲啊，那种一定嘿嘿黑色贴出得罪姑娘。姑娘的手的好着呀，乡里们是哦，孤山红旗，乡里是不见高低不必应个来高低飞马大举送。12年姑娘生，对对准备把口脚针，乡里是一味无非是将心，一张口之瑞。放心的听们，三娘啊，谁早知道我来得给到我分错呀？我屋里向的穷，全部在告诉姑娘。路里想得到姑娘听见之之后，马上就胖头子摸中句，鼓我动身。这个不收拾的收上，可是我要得娘试试清爽的。不过这一想不说，万一我才让你番闲话说出来，娘你高山询问，眼睛帮一帮姑娘呢，得做心的。搿么实讲，我不是姑娘失礼我随时搿杯屋头要让几天我失礼我，屋头都来看人阿错错的，里头那行官侪是知人放从出来的，实际上向那行为是了让是姑娘。对，母亲种种孩儿不好，还望母亲可视三分，相随对为父礼服，一过瀑布身份，乃至两旁情谊，尽给知晓放是。亲。是。哦哟，儿子厉害个！今朝不讲姑娘失礼，讲佣人，佣人得来人家错个，啥人放出来个？东家放出来，真就讲个姑娘。做你的儿子啊，今朝我们在社会冒有两声，难分享，使得姑娘落上，让你好做人。你现在一边，我背下来不脱来点我过后啊！哎呦，我得对关，屋头得来人家错关，一做你的儿子啊，屋头得来呢。可难，难得里头东家呢，倘使难得里头东家真经的，里头当然真经来；难自家不真经姑娘，里头当然不真经来啊！哎呀，各种下头真正忠心下头，我娘出自动地永不让。识得情义，比女否之事，因为你得罪人家与之身。纷纷都打抱不平，各为己之来心中心。想
娘心情深晓得，他是个心肝宽宽的实心人。乡里们同样相会亲狗食，到一姑娘乡里边，公上一如穷西施，君王上有差异情。小姑娘果真不起要病死，何必把你礼物安排，把你一股等。因为你本有根基，送礼往堂前去。小姑娘是好意媳妇，把你熏鸡一身，你是非与姑娘家看脚真。哎呀呀，孽障啊！你把姑娘当作后虚人看待，举起那副东把妹，同样相会不容心。乡里是官读书时名利息，身负根棒本万为神。口之人，方今一天么想娘啊，这来这样说起来，搿两个话头侪变成好话头子呀，叫我为啥闲话还讲呢？是母亲孩儿之罪。后语就讲，我语就讲，好，母语就讲第一桩不孝一定，当然考考实实第一桩不孝定。搿个辰光，上场有对顺于是老大人，平门背个盲目人，边浪向个蔡姑娘听得了，哦哟，搿只珠光倒是来得个。老身于是爱女神，想他是西方君子心人。奉回去，想那十里姑娘她一个想那沈夫人她隔壁门，四肢心里气碎分。想嫂嫂是当前训出亲儿子，没有姑娘到送礼生。到翠屏地不出声，想他们多少之间到底心儿问深。想老太太只归儿子府里嘛，不归夫人不尽心。听个朋友大高人没责任，这一方亲福大大责任。母亲种种孩儿不好，希望母亲保重身体。我把你这个孽障啊！是。大三太太闹一病，想他是你教训家不律。第二桩毛有来上。乃儿子不应该今朝做主顾辈子大事，出东东闯大人。当辰光姑父拿来留住来，回住来唔把搿种事体，想不得呢南阳绑着强盗，盈亏分析，死脱活活大吉孽障啊！想当初姑父送定，乡里刘几道，你是人头里绝家非家。倘若中道神不测，就不想
父亲无卡不发亲，个雨中雨老是雨淋。六九不下，别记终身都然了。家里不知做牺牲，肚子两脚个向后跟，别自己不头养了在玫瑰门。乡里是遇得一股关起啊，鸡无七八，鱼无因为背着江湖来传达心。小狗也是别记青年狗上佛，开狗的别记一片心，乡里是谁有谁一杯情。乡里是亲狗并无亲狗义，不知预备不知真，一粒浮非是江心。口之瑞，发亲一听么三娘啊，可是今朝我家里不临本子，做啥么今朝我来打该打，公娘听见子我做过，拍马屁抢过了，请我吃16位天罪时。等到听说我不中规则，马上是一胖头子马中举，狗我动身，可个不收拾的手上。母亲，种种黑而不下，希望母亲人内三分。相公娘问我走过欢喜，欲问各决生辰。时儿他要实习，继而又要来婚，终儿两旁情谊，举手给吃放亲。是可是。你说为父讨病了，还要搏一搏。儿子今朝我结棍讲，我势力姑娘一喜一怒，拿那个势力全部消开来。这个辰光平门被神父又接得来，啥啥，你非要弄法了害我出气，我可讲那弄法呢？啥啥不知哪？老太做你的，干么啥讲？我今朝诚心帮姑娘帮到底。我姑娘身上像一喜一怒，你现在讲出来的事体，报到我娘身上来，对个？哼，你知道？是。你说的姑娘分你走过呼吸，语问各着生辰。与狗将军，这家好知心谁没有？好知心大家在一个世界上的增长都是一般人。相父母非常的如此，儿女勇往是父母心，儿女荒唐是父母。你若做过我娘的戏，倘使你得法做过，我娘当然开心。你是骆驼，一个出家身，非你我亲娘也怒气生。我非你头马结结要打，姑娘别跟毛有两声，我娘得来发客气。我不是毛友，我要打了你来到一世我亲娘与势力。老太该种志刚报到现在，好做辩护律师啊！乡里是亲狗并无亲狗义，不知预备不知真，一粒浮非是江心。口之瑞，发亲一听么三娘啊，你今朝眼睛不拉帮姑娘，你叫我为啥个闲话还讲呢？是，孩儿是说。口语倔强，母语倔强，母语倔强。第二桩不孝一定，第二桩不孝扣定。这个辰光，甚于是老大人听得来低头的那个头，坏是坏的有的来，一个不当心忙中上床了想，别，哎呦，我觉得那快才扣出来，这只志刚来得有道理啊！大圣就是在。
一声，大爷大得寻芳情，相识里姑娘非为美，长得整齐大不中人。闭门背神夫人总想没办法好回答，想不到嫂嫂一番闲话吐到了自家身上。要我做人，嫂嫂，你对我说的喊我叫你妈。老身夫人嘿一声，想大恩大得杀父神，想我势力非势力，我势力了呀。那现在报了嫂嫂嘴里向，我就不势利着。那么现在我人到底势利不势利，自家弄得糊里糊涂了，你噻。想送来一下子本为真，到彩屏的响一声，想老太太大人大礼大张神。老太太，这你实讲一讲了，叫天下谁人不势利？实讲一讲嘛，才势利关。对，姑要看看你的设想的吧，那是婴儿势利的公明。听个朋友大家在没责任，这一发情不大大责任。母亲种种黑而不好，希望母亲保重身体。业障啊！大范太太这一生，想过啥好日过十生。你讲了呀，姑娘当然不得呀。这规矩啊，姑娘提压着，姑娘提压啥？当然姑娘提压着来得清。那么你讲谈你不好嘛？谈我阿嫂讲你不好了，想不到我来自。姑娘对我来得个好，搿每清爽来自家不好。想公十几数是么老，公杀相迎更不行。姑娘不行，我分晓得；哪个不行，我倒晓得个。乡里是不行，神是人情薄。余下京都里了，因房吃狗的别记心。乡里是终于的一起别记，我是吃饱一米去记生。马为姑娘起乐章，反为别记起事情，乡里是如此荒唐不该。你是儿今儿先见我们方家母与你这好儿生。想我儿今定你个不敬不义。谁不想？难道你把上房抱起来呀娘？你张口气在分。是。方清一听，还是临本子吧。他是我这份临本，6章、9章、12章有的定我记着。是孩儿之岁，记住之在一定要到了才能改过自新。彩屏上去教法班到来，蔡姑娘做你的老太太，你今朝稍微毛有两上手上，市里姑娘是不得讲，还要当拿教法班，是我一点办法病，不拿不来噻。一周年头现在，关照几个阿姐妹子一道去拿啥么子？大人家有天禄仓、地禄仓，各种文书上是上得来两托上。什么样抽？按后按后，刚到此地听嘛，到了他们这，老太太教法班来了，合拢儿童。哦哟，方清你干啥么子？实干一个老举噻呀！
虽说我堂堂铁砂神安到你个空浪头，谁知铁婆婆个头嘛修出来了完结完，对着这娘妈妈一人说：“娘啊，这个儿打不起呀！”你放心啊，你要打不起，我要拿不起呀。要拿得起嘛好打呀！现在改革来取才之后呢，和尚当里这样说，木총长只好上改不来三关。哎呀，改革辰光叫说陈御史老大人要紧打出来，说到亲家嘛，看我面上是手手之嘛，鸟手指那个女子嘛。那么改革辰光老太太关照儿子过去报家，小老丈人，小子老丈人回过来，再要怎么说到儿啊？是不收手的。现在回封我决了，你等我到平门北去，去请姑娘出来。倘是姑娘关照不当，谁不当？姑娘关照当，还是要当。回去就回分脱脱了。呼！方清深圳想不了，人立起身来，对阵子平门北后。哟，医疗里边哪一位姊妹想请风声出堂，来方群杯水呀？李下一个我对冲开吃，个呀用不着听这个呀，你夫人了啦给他听别家。夺命我对我怎么认得呢啊？听比较李丁做李高的高抬出来。那么沈夫人答出来没办法向方清博举下来客对沈夫人自家写的势力而是错的，从今往后不能以貌欺人。原来4个14元4个14啊，皇帝钦天改也叫出来着。方清大堂审清，沈夫人拿5百，那么老实讲，方太太叫着拿彩屏不离做二小姐。哎呀，说到将来半子只靠为是不来这个咯，那么随得自家老男人讲，到老男人也哈子，说到老男人啊，哎呀，当然灵啊，那这个偏方吧，沈御史老大人说到终身不合适，根本没办法个咯，哎，就说老夫妻一样哈，开着你的沈夫人自家有戏着。老来得知啊，两个儿子叫沈仁美，后来做到兵部尚书，所以姓德沈，才发到台湾的。到当时我是发了里向个才去搞进去啊。方清等到惠州去奉旨奏请，两个是要弄方东、方进、方思荣，原来方家里向惺惺相拥，真实当真知他到此结束。